Hello，大家好，嚟到 SPCC 嘅42題 MC，題目就話有8本書，咁就 share 俾2個人啦。咁問你有幾多個方法去分配呢啲書？好啦，8本唔同嘅書，OK，每人最少有一本。咁我當 A、B 2個小朋友，咁 A 最少1本啦，B 就攞7本，2本佢就6本，如此類推，去到呢個7，呢個就1。好啦，有啲學生就話，咪7個方法咯，但係你發現個答案冇7嘅喎。咁即係話其實咧，當佢唔同嘅書，即係話呢度呢一本書，雖然係分1本俾佢啦，但係咧佢有8個可能性噶嘛。所以第一種方法其實有8C1，你可以乘埋7C7啦，即係另外嘅7本俾佢。第二個方法就8C2，如此類推，最尾咧就有8C7。OK，所以答案咧就係將每一個方法嘅數目加晒去。OK，咁就係我哋個答案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中意嘅話可以 subscribe 啦，同埋讚好我哋嘅教學片。多謝晒。